Hello，我係 Anna，今年12歲，最近參加嗰個靈動嘅籃球計劃。一開始我就覺得打籃球好攰啦，然後慢慢發現籃球都係幾好玩喎，然後慢慢嘅去練習，先可以每天到30分鐘左右。Anna 咧，其實佢一開始接觸籃球咧比較驚啲，比較怕啲。不過透過呢個計劃啦，佢去練習啦、訓練啦，佢大膽咗嘅，同埋佢會好樂意去參加籃球，同埋會 enjoy 呢個運動咯。佢細妹最近就開始打籃球啦，我覺得佢可以同一啲都中意打籃球一齊去打一下籃球，認識更多朋友，都做多啲運動啦。因為打籃球都可以交到好多嘅新嘅朋友。打咗籃球之後咧，我覺得佢都自信咗，唔會匿埋，夠膽會發言講嘢，都幾好。我同埋哥哥有共同話題嘅話，我哋嘅關係都會拉近咗好多。全靠 Hopes Plus Health 呢個籃球計劃啦，令到啲基層家庭嘅小朋友咧多咗上訓練班嘅機會。哥哥加油，我都會加油嘅。大家都加油啦！